为着要减轻饲囝的负担，鼓励爸母生囝，劳动部拍算要修改就业保险法，让爸母会当加领1个月有囝劳疾停薪的补贴，拢总会当领7个月，上紧明年会当实施。不过，民间团体认为，干那加1个月实在是伤少啊。以目前现行的育婴留职津贴这样的一个方式，其实是没有诱因，无法去吸引我们年轻的这些夫妻投保薪资的60%，再加上政府给的2%，那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8成薪资远远不够所以我们初步提出的，希望津贴的基准提高。至少要修正我们的公教人员保险法或就业保险法，将育婴津贴的基准由现在的60%提高到8%。全高总肯定劳动部重视有囝的问题，嘛希望有囝补贴的基准为投保薪水的60%由悬到8成，会当领6个月，延长到领12个月。另外，申请的期间应该为目前0到3岁延长到6岁，来打造有囝优先环境。